你喊嘅表情。哇！呢個係拍戲啊，呢個係 Shiga 死咗。籃球員咧係你真係幾歲開始就有咁樣嘅一個夢想嘅？我諗由11、12歲已經開始接觸打籃球，到21歲左右就被挑選為成為香港嘅代表隊，跟住一路打到而家。咁但係輾轉間就入咗行做 model 啦，然後就開始同籃球個夢想越嚟越遠。但係其實心裏邊嗰個細路仔咧，嗰個細路仔對籃球仲係冇放棄過咯。頭先咧我聽緊嘅時候咧，忽然間有個好八卦嘅問題想問啊，即係你以前打籃球嘅時候咧，係咪好多女仔攞住水啊？我放學會打波啦，咁有啲同學係會唔走嘅，咁就等咯，咁樣咯。咁我都開心嘅。咁而家俾你揀翻嘅話啦，如果你可以做一啲改變嘅話，你會唔會真係想更加 focus 係選擇打籃球嘅？由細到大喺籃球方面，我都係盡咗我最大嘅全力，無論喺時間上面啦，甚至乎可能幾個月先得一場比賽，嗰場比賽我都會做足準備、熱身、練波，落場嘅時候係完全係冇偷懶。我係對籃球、對運動呢樣嘢係盡晒我200分嘅力量落去嘅。所以你問我有冇嘢想翻轉頭，我每一樣嘢都個決定都對於我嚟講我都好感恩，冇需要翻轉頭。喂，我睇到有一個 video 嘅就係你做 free hug 嘅。喂，周柏豪喎，喺個街度喎，同你哋攞 free hug 喎，竟然有人怕醜喎，你哋係完全冇預告係嘛？即係冇同大家講。冇㗎，因為首歌其實最尾個中心佢係想講，即係話如果我唔開心，如果你見到我咁樣嘅話，你唔使講咁多嘢㗎啦，不如你簡單俾個擁抱我啦。其實如果一個人開心，你不斷叫佢唔好咁咧，你係否定緊佢嘅情緒。其實唔應該咁啊，反而我覺得唔需要講咁多嘢，搭一搭個膊頭，或者俾佢碰一碰拳，俾佢知道你會喺佢身邊，即係你需要我嘅時候，我可以俾力量你，甚至乎拖住佢手，俾啲力量佢。我相信唔開心嘅人就會感覺到係一個關心咯，就會充滿力量咯。咁如果而家有一個人佢真係好迷失啊，咁周柏豪會對佢講啲乜嘢咧？我會話俾佢聽，我都曾經迷失過咯。你唔係唯一一個人咯，我曾經都進入過一段好黑暗嘅時間，但係我知道呢一段時間一定會過去，我一定會再重拾翻自己嘅自信咯。因為人唔會永遠都係喺黑暗當中嘅，係啊，總會有光明嘅日子。咁我期待嘅。因為明年要慶祝呢一個20週年啊，其實你依然係非常之好似當年出道嘅時候咁熱血。係啊，有冇啲咩係唔見咗㗎？時間咯，唔見咗時間，但我又換嚟有好多回憶，好多好開心嘅畫面，就喺晒度啦。係啊，希望嚟緊都仲可以再將一啲美好嘅畫面留低，然後再同大家分享。係啊。